由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民生事務局指導，南光文化創意產業有限公司與陽光媒體集團聯合主辦首屆橫琴澳門國際數字藝術博覽會，於5月26日在珠海橫琴文化藝術中心盛大開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執委會副主任聶新平強調，橫琴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支點，正以政策與區位優勢打造數字藝術創新試驗田，將為琴澳文旅融合及國際休閒旅遊島建設注入新動能。南光集團副總經理宋曉東表示，將以本屆博覽會為開端，持續深化琴澳合作，努力推動數字藝術成為大灣區文化 IP 的新名片，為中國文化的全球化表達探索新的路徑。陽光媒體集團董事長楊瀾回顧了博覽會從策劃到落地的過程，強調科技創新與藝術創作結合是響應國家科技振興、文化復興戰略之舉。科技與藝術是人類文明的創新密碼。博覽會構建了可體驗、可思考、可共創數字藝術生態系統，展現數字符藝術在跨媒介領域的多種嘗試與創新表達。此次博覽會為期8天，將呈現一場藝術與科技共舞、現實與虛擬交融的視覺盛宴。亞洲和平慈善基金會董事會主席李偉傑認為，在全球數字化浪潮洶湧澎湃的當下，數字藝術正在前所未有地重塑全球文化產業的格局，而這次博覽會選址在琴澳，正是看到這片土地的特色和發展的潛力。本屆博覽會以在山頂重逢為主題，寓意科技與藝術在創新浪潮中交匯碰撞。活動涵蓋4大主題展區，從施魔法、藝術未來式科技重構藝術超級聯想，以及10餘場高端論壇與藝術課堂，並特別呈現國際數字藝術聯想大賽的700餘件青年創作，其中 AI 生成作品《異影者》更以科幻視角探討人機共生議題，引發廣泛關注。